现代台语版圣经列王记上卷第8章。迄时，所罗门调集以色列的长老、逐支族的首领，以及逐宗族的族长来耶路撒冷，要迎接上主的约柜，对锡安的大毕城运起来圣殿。以他念月就是7月，搭了多的时，以色列人拢聚集伫所罗门王遐。以色列的长老拢来，遐的祭司就扛约柜起来。祭司甲利未人将上主的约柜、会幕以及布边内一切圣的器具扛入圣殿。所罗门王甲聚集伫伊遐的以色列全会众，伫约柜前献牛、羊做祭物，祭物找甲未算得。祭司将上主的约柜入内殿，就是至圣所，下伫指定的所在，天使基路伯实鼓下面。基路伯伫下约柜所在的顶面启开因的室，热砍约柜，甲扛约柜的杠。杠真长，杠要伫内殿前的圣所看袂到，对外面就袂当看到。到今仔日，杠还伫遐。约柜内面只有2块石板，以外拢无别项物。石板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，上主伫何烈山甲因立约的时，摩西所下。当祭司对圣所出来的时，有云充满上主的殿。因为安尼，祭司袂当徛伫服侍，上主的荣光充满上主的殿。迄时，所罗门讲，上主捌讲，伊要踮伫密云的所在。我已经起一间东方的殿，做你永远徛起的所在。以色列会众拢徛伫，所罗门王活过来甲因祝福。伊讲，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应该得到贺乐，伊亲嘴对我的老爸大卫应允的，拢亲手实现。上主有讲，对我带我的子民以色列出埃及以来，我毋捌伫以色列逐支族中间建一个城，为我的名起圣殿。毋过我有选立大卫来治理我的子民以色列。我的老爸大卫心内有意思，要为上主以色列的上帝的名起圣殿。总是上主对我的老爸大卫讲：“你有意思要为我的名起圣殿，你这个心意真好。毋过你毋通起，你亲生的囝会为我的名起圣殿。”当上主实现伊所讲的话，我照上主的话起来续接我的老爸大卫坐以色列的王位。各为上主以色列上帝的名起圣殿。我嘛伫遐为约柜准备一个所在，柜内有上主的约，就是伊带咱的列祖出埃及的时，甲因立的约。所罗门当以色列会众的面前，徛伫上主的祭坛前，也双手仰天讲：“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天顶地下无一个神明亲像你。你对遐个一心一意顺服你的仆人守约是自爱。你有接受对你的仆人我的老爸大卫的应允，你亲嘴应允的，今仔日拢亲手实现。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
求你实现对你的仆人，我的老爸大笔的应允。你有讲，你的子孙若亲像你，伫我的面前谨慎生活，你的后代就会永远坐以色列的王位。以色列的上帝，你对你的仆人，我的老爸大笔所讲的，求你实现。上帝啊，你减真正住伫地上，天甲天顶的天都无够通互你住，何况我所起即间圣殿。上主，我的上帝，求你阿乐听你的仆人的祈祷恳求，听你的仆人今仔日伫你面前的求救祈祷。愿你明日看顾即个圣殿，就是你讲你要临在的所在。你的仆人按即个所在祈祷的时，求你听。你的仆人甲你的子民以色列按即所在祈祷的时，愿你伫天顶你大的所在听阮的祈求，赦免阮。人若得罪厝边，受逼着咒詛，以来即间殿伫你的单前咒詛，伊是无辜的。求你伫天顶压落听来办理，审判你这的仆人，定派人做有罪，照伊的所做，甲伊报应；定无辜的做无罪，照伊的正直，甲伊报赏。你的子民以色列若得罪你，互对你拍败，因若反悔归向你，宣认你的名，搁伫即间圣殿对你祈祷恳求，求你伫天顶压落听，赦免你的子民以色列的罪，互因倒来你所赏赐因列祖的地。因若得罪你，你甲天关捌无落雨，你刑罚因的时，因若按即所在祈祷，宣认你的名，离开因的罪恶。求你伫天顶压落听因的祈祷，赦免你的仆人，甲你的子民以色列的罪，教示因行正直的路，搁着互伫你赏赐因做产业的地。这地若有饥荒、瘟疫、火烧风、病害、草莓工，还是对着围困因的城，无论有甚物灾祸、甚物大病，你的子民以色列中，若有人为家己的灾祸心艰苦，按即个圣殿举手迫切恳求，求你伫天顶，你徛起的所在，压落听来赦免因，帮赞因，因为你知因的心，嘛只有你知世间人的心。愿你照逐个人的行罪对待因，互因伫你赏赐阮列祖的地，一世人敬畏你。若有外国人，毋是属你的子民以色列的，因为听着你的大名、大权能的作为，甲你救助的手骨，对真远的所在来，按即个殿祈祷，求你伫天顶，你徛起的所在，听因的祈求，照外国人一切对你恳求的来做，互天的万民拢会亲像你的子民以色列相款。捌你的名，敬畏你，搁互因知，即个圣殿是敬拜、求救你的所在。你的子民奉你的命令，无论出去甚物所在，甲对敌交战的时，若按你所竞选的城，甲我为着你的名起的殿，对上主祈祷，求你伫天顶听因的祈祷恳求，互因得胜。世间无一个人无犯罪，毋过你的子民若得罪你，你对因受气，将因交互对敌，
甲因掠去对敌的地，无论远还是近。因若伫互人掠去的地回心转意，搁伫因受掠的地悔改，对你哀求，阮有罪，阮背逆，阮做歹。因若伫对着掠因去的地全心全意归顺你，讲你想使因列祖的地，甲你所竞选的城，以及我奉你的名起的殿，对你祈祷，求你伫天顶你徛起的所在，听因的祈祷恳求，照公道对待因，搁赦免遐会得罪你的子民，以及因一切的罪过，互因对掠因的人得到怜悯。因为因是你的子民，你的产业，是你对埃及、对注铁的血路中救出来。至悬的上主啊，求你开目睭看顾，你的仆人甲你的子民以色列，无论什么时对你恳求，求你听。你捌对地上万民的中间分别阮的列祖做你的产业，是照你带因出埃及的时，通过你的仆人摩西所应允的。所罗门双脚跪伫上主的坛前，举双手向天，对上主祈祷恳求煞，就起来。伊徛地，大声祝福以色列全会众，讲：上主应该受称赞，又照应允赐太平予伊的子民以色列。伊通过伊的仆人摩西所应允恩典的话，无一句无实现。愿上主咱的上帝甲咱同在，亲像伊甲咱的列祖同在相款。愿伊无离开咱，无放杀咱，互咱的心归向伊，遵行伊一切的道路，守伊所予咱列祖的诫命、规例甲命令。愿我伫上主的面前所祈求这的话，明日透到上主咱的上帝面前，搁照逐日的需要帮赞伊的仆人甲伊的子民以色列，互地上万民知上主以外无别个上帝。所以，恁着对上主咱的上帝存纯全的心，遵趁伊的规例，守伊的诫命，甲今仔日共款。王甲以色列人民做伙伫上主面前献祭。所罗门向上主献平安祭，牛22000只，羊12万只。安尼，王甲以色列人民为着上主的殿举行奉献礼。迄日，王因为圣殿头前的灯坛伤细，无够通伫遐献烧化祭、素祭甲平安祭的油，就将上主殿前的埕中央的所在分别做成，伫遐献烧化祭、素祭甲平安祭的油。迄时，所罗门甲以色列人民伫上主咱的上帝面前守节，7日搁7日，共14日。以色列人民对哈马隘口到埃及的溪谷来参加诚做盛况的大会。做期煞过日，王甲人民解散，互因倒去因兜，因就甲王祝福。人民因为上主对伊的仆人大卫甲伊的子民以色列所赏赐一切的恩惠，心内欢喜快乐。